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4，歌罗西书1章13到14节安尼讲，伊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甲咱刷入去伊所疼的囝的国度。咱对伊的囝得到救赎，罪得到赦免。三甲来祈祷，求阮脱离黑暗关系，将阮选入去你所疼的囝的国度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荣耀、圣洁、满有权能的天父上帝。愿尊重你、敬拜你，也要向你献上称颂甲学乐。主啊！因为你是光的源头，是真理的主宰，你的国度永无动摇，你的慈爱永远直地。主啊，愿每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服侍你。主啊，阮虽然受到归伫你，总是生命中犹原受黑暗的思想、言语甲行为所影响。主啊，求你光照阮的内心，互阮愿意离开一切无互你欢喜的事，因为你救阮脱离黑暗的关系，将阮选入去你疼囝的国度，互阮对基督来得到救赎，罪得到赦免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